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透早5点外，新北市的邦桥发生死亡车祸，一个无驾照的民众桥倒摆弄死一个18岁的查甫囡仔。新北市新增张出现头一日天高热的病例是一个40岁查甫人。新北市目前嘛计共有67个人获着。目前位伫菲律宾东边的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表示，今仔可能会结做今年第20号风台探美，拜四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来看顶礼拜台北市的东湖，才发生高中生无驾照驶车弄死人的严重事故。今仔透早5点外，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骑奥多摆伫新北市的邦桥去弄到一台奥多摆，造成一个18岁查甫囡仔死亡，坐伫奥多摆后壁17岁的查某囡仔受伤。车祸原因该调查，验过警方发现讲，这个弄到人姓陈的查甫人，伊无奥多摆的驾照。今仔日透早有2台奥多摆伫路面相撞。其中一台奥多摆坐2个人，这2个人是当场全飞出去，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其中一个人现场全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了后，还是救无回来。乘客黄女摔落受伤，而蔡男则撞击路边灯杆，无呼吸心跳。相关肇事责任调查厘清中。这个死亡的车祸发生在新北市邦桥。过往的这个18岁查甫，再17岁查某囡仔，日透早5点外，沿宽汉路宝华外口的便道咧骑。甲另外一只共向奥多摆相撞，经过警方的检测，这个共弄到24岁姓陈的查甫人并无驾照骑车，不过警方发现是无照驾驶。法令的部分在只有罚锾的这一块的设计上面，确实是有需要再调整。严重的话，涉及危险驾驶，应该要有刑事的责任。国内的交通事故，有关无照驾驶的案件，每一年拢超过1万件，而且有愈来愈侪趋势。相关基金会建议，都要增加教育训练等相关的机制。无照驾驶只要情形严重的，就算无造成伤亡，嘛应该增订刑事法则。是不是构成公共危险罪？重点还是在关注在他的驾驶上，是不是在人车很多的时候，或者是说有没有越线驾驶、超速驾驶这种具体的行为，不会说一无照一发动引擎就构成公共危险罪。无驾照驶车、骑车，敢会造成公共危险呢？有律师分析，都要照驾驶人驶车的行为来看。不过目前无照驾驶方面，结果敢若是行政处分，嘛互外界烦恼讲，这恐惊会造成交通安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北屯区一个停车场，今仔透早一台电动公车着火，计共是有9台公车拢烧起来。消防队用2点外钟拍火哦，天光佮继续的转水，帮电动车的电池来降温。消防局嘛在调查着火的原因。大火甲车烧甲密密麻麻，消防队员游水线抢救。台中北屯一大民营停车场至半暝2点外发生火灾，有9台电动巴士着火烧。附近的居民有听到爆炸声音，停车场业者讲火势拖甲真紧，想要加灭火器来拍火已经袂赴啊。听到嘣的声，好，连续安那连续嘣，一个较大声，后壁佫四者又过来，佫嘣一个。因为巴士顶头有真侪锂电池，消防队员敢若会当一直转水降温，一直到4点左右才甲火拍花，无增员伤亡。交通局表示讲，着火的巴士是疏风公司去年停业了后，去附近行一个这款人靠的巴士，火灾并无影响到其他营运当中的公车路线。有一排巴士，大概是9台啊，已经都全面起火燃烧，那我们就出水线灌救。那现场发现是电动巴士，那车上有数量比较多的锂电池和可燃物，所以扑灭的时间比较久。释放公司于去年10月因营运不善退出本市公车营运路线，所属车辆后续由银行及其他债权人进行扣押，上牌车辆已无行驶本市市区公车路线。日早起，消防人员继续向电动巴士锂电池转水降温，防止搁再倒起来。电机系学者表示，每台电动公车有4个到10个锂电池无组，停伫停车场较久啊，家己倒起来几率是真低。建议消防单位会当检视车顶总电源开关，也会当调查敢是有人去放火。一般是低压放电之后，你再快速充电才会有更大危险。但因为他车子又停在那边很久了，所以他基本上会几乎着火自己自燃的几率非常低。我认为有可能是有几个专业考量说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纵火的因素。消防局强调，已经会动警方调监视器，无发现到可疑人士，初步排除人为因素，无法度排除锂电池故障等电气因素致灾。详细的火原因，佫需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花莲哦，一个53岁姓王的查甫人，顶礼拜四因为无开车灯，警察甲伊查落来临检，也毋过伊无要停车，佮油门吹的驶去花莲市区，落尾是伫花莲市的国民5街，互警方抓到。警方嘛发现讲，这个驾驶哦是一个毒品的通缉犯。麻烦路边停车哦。伫17点8点左右，警方伫花莲县新城乡嘉里路甲光复路口。发现一台白色的轿车车牌顶无倒，所以放上叫伊停车。这台轿车本来有拍方向灯，惊要停车，无想到讲煞加速逃走。警方伫咧后壁追，抑个同步线上警力支援。这台白色的轿车伫咧逃走的过程，伫市区的巷仔转来转去，一直违规，想要摆脱警车。10分钟了，支援警车伫花莲市国民5街巷仔口，将这台轿车抓来。用警棍将车窗拱破，叫坐伫正副驾驶座的2个人落车。被警察压在引擎盖上面，还有一个女生跟一个小孩。赛车是53岁姓王的查甫人，坐伫副驾驶座的是伊的看手，45岁姓王的女子，车内还有一个2岁囡仔。经查，驾驶为花莲地检署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另于副驾驶身上起获吸食器、针头、安非他命残渣等物品。全案依毒品通缉案移送归案。警方依法对王姓女子强制验尿，并且将姓王的查甫人依照毒品通缉案移送花莲地检署归案。因拿交通违规的部分也处理几多项违规，依法进行告发，将会当处上悬85800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天高咧，已经个继续咧探索，昨个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哦，是新增一个40岁的查甫人。即马新北市计共有67个人获着。卫生局是表示讲，最近哦北部接连落雨，呼吁民众都唔通欠水哦。若发现讲有拖白网，会罚3000块。目前嘛开出338张的罚单。另外，天山公园等高风险的地区，嘛继续封锁到11月11日。环保人员伫咧喷药啊清除资讯源，因为新北市天狗热疫情搁再扩大，卫生局20公布新增加一个本土天狗热病例，个案是新庄区40岁男性，第14出现发烧、肩膀痛、关节痛的症状，看医生采检了确诊感染到天狗热，这也是今年新庄区第一例天狗热的病例。新庄个案潜伏期间工作地曾有其他登革热病例活动足迹，将进行病毒基因定序，厘清可能感染源。卫生局讲，伫1个月内，新北市累计有67例，其中新店区有37例，中和区29例，新庄区1例。另外，疫情也扩大到台北市2例。因为今年南部天狗热疫情有下降，电脑是北部增加，出现南顶北热的情形。对此，学者认为，主要是全球暖化造成微蚊的族群分布一直向高海拔一个高纬度区域扩大，增加病毒传染一个流行的风险。这么上重要的就是防止新庄区出现第2个天狗的病例。要让第2个病例不要在同一个地区出现这样有症状的，因为一旦症状出现的病例，就代表后面有非常多的隐性感染的病例。专家提醒讲，伫最近北部雨水较多，民众一定要做到巡、倒、清、滤。因为卫生局也强调，将会加强巡查，若发现即使容器内面有蠓害幼虫，将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目前已经开38张罚单。因为景星公园、三界庙、天山公园这个高风险的区域，将会延长管制到11月11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午有一团9个民众去桃园的石门山、甲石牛山、爬山，互虎头蜂攻击，有7个人互加着，5个人出现头形秃的症状，加在送病院急救是无性命的危险，路人登去处理休困了。有没有呼吸不舒服或者有过敏病史的？如果爬山人互蜂叮着，代志发生伫咧20早起11点左右。有9岁爬山的人到石门水库对岸的仙岛部落附近山区，要行石门山甲石牛山双石山，无想到讲煞互虎头蜂攻击，7个人互蜂叮着，其中5个人送病治疗了，无性命危险，也已经登记出来。 5名的伤者状况较为严重，有头晕、呕吐，还有风遮处严重疼痛的情形，所幸还能行走，引导前往码头。
有人翕到石门水库岸边，一丛树仔顶有一个虎头蚌会收，坐游艇下水库看风景。导览的老师讲，今年水库虎头蚌会收特别多，敢若岸边就要到20个。伊提醒游艇的业者，船伫咧驶时阵，窗仔门上好关起来，注意两边虎头蚌会收，因为有当时船伫咧驶时阵，虎头蚌会来弄窗仔门。今年特别多，因为台风都没有进来，所以说我们这边都没有受到风的影响。国风它筑巢就会在我们这个水库的两边，因为人为的干扰比较少。福兴消防分队讲，每年8月到11月是虎头蚌较活跃的时期。今年全台湾各地发生几路件登山客和规定蚌攻击的案例，提醒民众，若是拄到虎头蚌攻击，爱冷静，身躯压较激烈，赶紧离开，千万唔通大声喊，也唔通用手机甲压，避免互虎头蚌攻击。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伫今年初接到台电的报案，讲清水5车有徛假用电异常。警方调查发现，讲有4个嫌犯偷接电线偷电，其中一个姓王的查甫人伫厝里有真侪台电脑，伫进行虚拟货币挖矿，偷电的金额是有上百万。另外3个人是偷安装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偷电的金额有60多万，已经甲这4个人拢上班。警方会同台电人员来到台中海线一搭人家厝检查，发现线路已经互人偷改过，另外一间人家厝嘛有互人偷接电。原来这2间人家厝拢去互姓王的嫌犯等4个人偷接电不法使用。刑事局警方伫咧今年2月初接到台电人员的报案，因为寻找时阵发现到台中清水甲5车这2间人家厝用电有问题。警方伫咧6月发动搜索，发现到姓王的嫌犯找水电师傅伫这2间厝偷接电，分别牵去操作虚拟货币，也搁有互电动车来充电。直接电线绕过台电电表，建置虚拟货币矿场。台电的人员表示，嫌犯是将主线分接闪过台电的送电电表，因为操作虚拟货币机台爱24小时运作，正了电，才会互人发现到用电无正常。经过统计，这2搭互人偷接电的人家厝，拢总了电了超过15万度，计共160多万块。而且要安装电动车的充电条，嘛应该要经过申请的程序。申请电动车充电桩的话，请务必委托合格的电器承装业者向台电申请用电。那承装业者的部分呢，会根据内线的部分进行线径还有开关的检讨。台电表示，偷接电较高的小拍电，嘛会影响到周边的用电，会依法来向嫌犯讨赔偿。警方嘛依照窃盗、诈欺等等的罪嫌，将姓王的嫌犯这4个人移送台中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表示，讲目前为伫菲律宾东边的热带性低气压，可能今仔会结做今年的第20号风台探米，敢会直接影响台湾？爱看拜四西外的角度，无可能会伫拜四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未来一礼拜，台湾受到东北季风、佮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北部佮东部地区会落大雨。无日头气温凉凉的天气，民众爱赶紧把握。拜日下晡开始，东北季风会变强，气温会小可降低。伫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的民众爱注意，可能雨会较粗。拜四开始受外围环流的影响，东部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地灾性的降雨。那到了26、27号，也就礼拜6、礼拜天，台湾附近的降雨就会变得明显起来，尤其是在整个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都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甚至是豪雨以上的降雨。不过这边的降雨还是取决于未来这个热带系统移动的方向而定，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是不是会结做风台影响台湾？气象署表示，目前伊的环境条件真好，真有可能伫拜一下晡就变做轻度风台。目前它所处的环境条件还算不错，所以也预估可能在今天就有机会发展成台风的一个情况。至于它未来，因为它是慢慢的以比较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也预估在24、25号之后呢，其实它整个环流是比较靠近我们台湾，水汽也会变得比较多，天气在24号之后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气象署也表示，虽然风台目前看起来未直接影响台湾，行的路草也有变数，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会有地灾性的雨势，提醒民众也是要做好防灾的准备。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
再来关心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今仔审查宪法诉讼法的修正草案，国民党的立委洪晓玲提案，要修法甲大法官的法定总额改做要固定15个人，要有2/3以上，就是10个人以上的大法官参与哦，才会当来做出决定。那你双方拢发动加急动员，民进党是批评讲这是要瘫痪宪法法庭，嘛要求讲司法进程要先审查大法官的人数，先开公听会。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伫咧2日排审国民党立委洪晓玲所提案的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要甲大法官现有总额改做法定总额固定15个人，宪法法庭审理才有2/3以上的大法官参加，这种10个人才能做出评议裁判。那了怎么拢加急动员，未进行攻防？剩下8个人的大法官就可以开会，就可以做成影响人民重要权利的宪法判决。甚至推翻我们立法院这个人民意志所通过的法律，这样是正确的吗？不要瘫痪宪法法庭，那就优先即刻的启动大法官人事同意权的审查。不先行使大法官同意权就抢修宪法诉讼法，这就是此地无银300两，这就是明确的政治意图。民进党团批评，目前大法官人数和若被卡条的，只敢剩8位大法官，若是修法通过，大法官无到10个人，就敢是无法度进行宪法法庭。也强调，重大法案修正应该先开公听会，广纳各界意见。同意排公听会。我们没有同意不同意这个事情嘛？你又不是受我指挥的人，不是我，所以你要现在是你，我说请要排公听会啊，排你就排嘛。啊，要我排是好，谢谢。你要怎么排是你自己决定嘛。宪法诉讼法修法，那是调下立委攻防，公民团体也伫咧立法院外口表达诉求。如果你们真的要把这样一个破坏宪法权力分立的法案付诸实现，完成立法，愤怒的台湾公民一定会再次的向各位表达人民的愤怒。公民团体强调，若被立委执意要过关修法，会搁再找民众重返立法院。司法院司评报告书内面是讲到，若是无法度执行解释宪法的职务，恐惊会伤害人民寻求救济权利。宪法诉讼法修法，调下下昼会继续攻防。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这礼拜嘛要审查财政收支未分法的修正草案，也毋过目前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搁卡关。早起立法院是吵闹闹，有另外立委认为讲应该爱先审总预算，再搁来审财违法。也毋过那被立委是强调讲财违法已经25档拢无修法，要求行政院爱赶紧来提出修法的版本。听到财违法修法的议题，财政部政务次长黄清华无愿意回答，就赶紧入去财委会，因为财违法要怎修，在野党加执政党抑阁瞧袂好势。会议拄开始，民进党立委蔡耀武就因为发言超过时间，甲其他立委起冤家。针对着财政收支未分法，财政部目前也无提出版本。行政院长杜英泰伫质询讲，现行的版本就是上好的版本。财政部表示，针对税值分配，也就是中央分配给地方，中央会透过统筹税款，抑个一般性补助款的财源，一直给地方。也若水平分配，目前也甲地方会议讨论分配。虽然有初步的共识，但是也该努力。只是财违法究竟要怎修，目前那立法也搁在咧讨论。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蓝白是不是有点精神错乱？你们一方面挡预算，但是一方面又在要预算，可不可以清醒一点？这个国家不是你们多数就可以作乱。财政部应该提出财政部的版本，但是到现在财政部都不愿意提出版本，所以我觉得问题是在行政院，在执政党，把他们认为最好的版本也成为法律，而不是到现在为止完全是靠个人意志，或者是说由行政院来决定所有的分配方式。只是财违法已经经过25年拢无修法，伫过去定来拢是卡伫咧中央加地方的税值分配，无法度有共识。伫这回执政党加在野党要安怎协商，恐惊抑阁有通谈。记者综合报道。
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因为金华城案风机啊，传出讲伊爸爸人伫家户病房，郭文德伫18半暝已经去带病院看爸爸。针对前立委蔡壁如讲，有朋友摕因爸爸的病历，互郭文德看，外界质疑讲这无合规定。也毋过，民众党是表示讲，即马外界有真侪错误的资讯，嘛强调讲并无违法的行为。民众党全国开讲，20暗来到屏东，立委吴国昌、林国成，前立委蔡壁如等人拢到场。吴国昌表示，民众党永远拢会把国家的利益放伫咧政党的利益之上，批评执政党制造对立甲冲突。我们永远会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说要团结台湾人民的赖清德，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要制造台湾社会的对立冲突？台中市政顾问前立委蔡壁如要到现场收听，郭文德牵涉到金华城案件目前人在押，不过伊的老爸郭成发转送家户病房，官家伫18申请和郭文德探视。蔡壁如接受访问时阵证实，郭文德已经去台大病院探视，也个讲有朋友找郭文德老爸病历和郭文德看，引起外界质疑是不是合乎规定。主席是这个羁押禁见，所以羁押禁见期间是不能够通信通讯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朋友带着病历进去给柯文哲主席来看，这个是违法的行为。那连家属都没有被通知哦，所以其他的人更不可能可以进去探视。陈志涵定情况探视时间点是18暗，伊当阵连家属拢无被通知。因若探视期间，郭文德是毋是有戴手铐卡条，是拢按照规定。当天星期五的时候申请，当天星期五的晚上的时候就到医院来进行这个探视。借据的部分，我想都是依照规定。北检继续侦办金华城案件，再去再一遍提醒在押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的助理吴顺明，调查维京集团主席沈庆金涉嫌着行贿应晓薇等相关案情。记者综合报道。和国际刑警组织来做红色通报对象的西班牙的查甫人奥纳德，过去5天拢住伫台湾。19移民署是依法甲伊强制驱逐出境，也毋过伫新加坡煞拒绝伊入境哦，而且搁再启送回来台湾，将移民署是搁再甲伊启送出国咯。这西班牙人奥纳德，互指控讲伫意大利涉嫌诈骗案，和国际刑警组织来做红色通报的对象。移民署是要求伊限期离境，伊不服申请假处分，在暗时互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驳回。移民署搁再进行启送出国的作业，会依法甲伊启送到后面的国家，由后面国家来决定讲，敢要甲伊送到西班牙去处理。再来看台铁的普悠玛事故，今仔满6天咯，迄公司意外造成18人死亡。有家属是认为，经过6天，台铁嘛无彻底来解决内部的管理问题。嘛，质疑讲行政的调查报告提出来的行车记录器的影片，毋是迄当时事故的影片。2018年10月2日发生普悠玛排练并且的事故，夺走18条宝贵的性命。罹难者的家属伫6年后的同一天，提影片质疑讲，行政院调查报告用的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并不是代替事故列车的影片。包括运安会、宜兰地检署、地方法院、甲高等法院的判决书，拢写16点49分27秒，车已经开始变去。不过影片算不是安尼。28秒的时候，这个里程 K89 涂在这里 ，K89 加210还没有过，但是27秒在 K89 加220翻掉了。判决书就这样写，然后你觉得司机冤不冤枉？他一定是有经过相当的调查之后才会有这个判决啊，当然是尊重司法判决啊。当届大汉查某囝当小玲，伊失去伊爸的亲人，伊真生气批评讲，已经6年过去啊，台铁要是持续把责任拢撒予这个司机尤金忠，内部的管理甲系统性的问题，要是无检讨甲反省，甚至台铁的高层最近还佫加薪水。种制度的问题，拢亲像互家属鼻疼的空喙，佫一概离开。所有的数据都指向台铁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只是最推基层而已。当小玲回头看旧年，也就是事故发生了后的5年，迄当阵行政院副院长陈文才捌答应讲，相关的单位爱互因一个交代。不过即马1年过过啊，伫共款的所在举行记者会，家属也是无得到答案。伊呼吁台铁都要提出具体解决的方案。确保未来莫阁发生类似的悲剧。
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十指东湖线这个月初第3度开标，目前嘛已经开始在新早路，上计明年会当来动工。这条线是延伸台北民生十指线，也毋过伫台北这头台北市捷运工程局的规划案目前是还未核定，交通部嘛答应讲会赶紧来处理。位伫内湖区安康路瓦境国道边仔的这块土地，就是未来石东线东湖站的位置，透过廊道连接到文湖线东湖站。石东线东湖站的老设连接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局规划连接明石线。石东线这个月初已经第3摆开标，按照采购法规定，2摆流标了后，有1间厂商投标就符合规定，审查符合规范了后，上紧2025年就会动工。东湖站是我们整个应该说汐东线衔接到民生汐止线的台北市段的最后的一个段。这个车站因为在高速公路旁，那它腹地比较小，所以它该有的转乘设施应该都会把它配附上去。对，那未来其他会预留尾轨衔接那个台北市段。根据新北市政府捷运局规划，石东线全长5.6公里，车站数量6组，另外经费原估376.93亿，也毋过因为几啊摆流标，可能会阁提悬成本。交通部早起去石东线有场地会勘，在地民代反映，过去民生设置方叫做选举线，即马2/1。石东线先做，希望后手唔通只做一半。往台北市走，民系线假设赶快核定的话，我们还有3个地方可以交汇，双连站啊，还有行天宫站啊，还有中山国小站都还有交汇点。那未来往民生的部分，这个台北市的这一段目前还在中规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交通部也正在核定，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尽量来加速。另外，在地关注石东线开工了后，可能会面临交通黑暗期。捷运局表示，会请厂商拟定施工交会计划，保证会先进行4个月的工程用地拓宽作业，因为用地无涉及民家厝，先期作业会较单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电厂第2期的新机组的计划，8月开始环评。有环保团体今仔开记者会，因批评讲，专家小组的会议，当地里长和环保团体拢无收到开会通知哦。伊嘛不满讲初审哦真凊彩，一届就通过。环保团体要求讲爱退回定审哦，台电是表示，因一切拢是照规定来办理，并无问题。初审草率，退回重审，退回重审。大声喊口号批评初审伤过啰嗦，要求退回重审。因为台中电厂第2期新建燃气机组的计划8月正式全面的停驶，但是几落位环保团体开记者会，批评专家小组会议初审伤过啰嗦，竟然一遍就过关。审查过程让我们觉得是非常的草率，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呢，在地的居民还有中部的环保团体看到，就是媒体报道说，要开环评初审，然后才知道说原来要审查了。这个区域增加的天然气，不是应该呼吸人权的考量、生命权的生存权的考量。环保团体真不满，长期一直关心这个议题，环保团体也拢无接到出席的通知。因在这边重申要求台电重视中部民众的生存权。这几年好像感觉就是有改善，空污确实是有改善，没有想到现在又要再加重了。拜托，就是台电，拜托你们真的饶了我们台中人，已经是受够了。都依照相关的规定啊，所以没有快或不快。现场我们只要都是依照相关的程序嘛，所以只要所有的程序都备足了，其实都一直在做相关的一些现场或者是预备的动作。地主台电回应讲，这场会议是算公开资讯，而且初审的过程一直拢依照规定办理，无紧甲无紧的问题，也会继续进行相关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过2礼拜哦，美国特别来举行总统大选，将川普伫宾州一间麦当劳寄美林枝条，佮正做是服务员。伊的目的是要来考试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何金丽，讲伫台海市捌伫麦当劳做线工，拢是假哦。何金丽伫乔治亚州的教会做事，嘛迎接伊60岁的生日。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拜六伫选举大家拢会竞争的宾州造势，伊伫巴克斯郡的一间麦当劳前卫士群指马铃薯条，伊依照内场服务人员的解释，将马铃薯条放伫油鼎，将煎好的马铃薯条压盐，搁放入包装盒仔。Never touches the human hand. Very good. 川普也伫德莱索服务人客，伊亲切地小酒问，人客也摕手机欢喜的翕相。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迄伫现场人客点餐的费用全部由川普店爷来付销。Now I have worked at McDonald's. I've now worked for 15 minutes more than Kamala. Okay, she never worked here. 民主党对手何锦丽几啊摆伫造势场合，讲起学生时代捌伫加州麦当劳做工煎马铃薯条的往事。何锦丽也透过社群媒体打文，家己甲副手华珠少年的时阵，分别伫素食店甲农场做沙工，拢是中产阶级的后代。川普一直口说何锦丽讲白菜，讲伊只是要救活蓝领阶级，塑造中产阶级的亲民形象。也毋过川普并无提出证据。何锦丽伫60岁生日这天，连续造访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近郊的2个教会。伊表示，美国当来到十字路口，伫民主制度之下，人民才有选举的权利。And where we go from here is up to us, as Americans and as people of faith. And what kind of country do we want to live in? A country of chaos, fear, and hate, or a country of freedom, compassion, and justice? 离美国大选剩2礼拜，何锦丽呼吁黑人教徒出面投票。另外，也已经背书支持何锦丽的时尚歌手史蒂芬·旺达是到现场献唱助攻造势。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摩尔多瓦民众今仔举行加入欧洲联盟的公民投票，结果是反对的票数较济哦。亲欧洲的总统桑杜是批评讲，这结果是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另外，乔治亚共和国2日要来举行议会大选，亲欧洲的反对党在造势时是表示讲，希望党来改变目前国会亲罗西亚的局势。摩尔多瓦人公投敢是赞成加入欧盟，投票之前有真侪项的相信民调显示63%的选民偏向同意。也毋过现前初步结果互人意外，也无疑是亲欧盟总统桑杜的一大失败。Votul nostru de la referendum ne va determina soarta pentru multe decenii înainte. 这场投票互看作是桑杜治国之下转向亲欧的关键考验。迄日驻莫斯科使馆也有公民投票作业。摩尔多瓦人口大约260万，甲罗马尼亚、甲乌克兰连接，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一直伫亲西方甲亲俄路线一直摇摆。俄乌战争期间存在罗西亚干预的记录。桑杜20暗指控犯罪集团甲外国势力介入选举，利用金钱、白炒的甲选团动摇选情，表示摩尔多瓦的民主面临以前所无的攻击。伊的政府有明确证据显示，有30万张票互收买，被控一方是罗西亚全部好人。乔治亚共和国20日伫首都特比利西举行挺欧盟大游行，亲西方总统佐拉比奇维利发表演说，为刷落来26个国会选举，请百姓投票反对执政党乔治亚之望。伫发言时，一直有不明分子为附近的官员以强攻就业面。乔治亚会登去罗西亚的路线，也是维持亲西方立场。所来国会大选，方认为是关键选举。执政党乔治亚之望今年较早通过真受争议的境外影响力法，方批评是学罗西亚法律来牵制异议言论。乔治亚加入欧盟之路遭到布鲁塞尔冻结。公司新闻吴伟廉编译。古巴大停电进入第3天哦，阁有几百万人厝里无电。当地政府是表示讲，今仔暗时大部分的所在都会当恢复供电，嘛强调讲已经有派5万外人去修理。也毋过，即马有风台奥斯卡是愈来愈挖近哦，所以大家皮嘛变甲愈暗。伫考瓦那这个社区的居民，黑暗中讲盘讲话抗议大规模停电，也佮甲本所等伫咧路中，公车拢无法度过。警方交会了，甲人赶走路健康。即马古巴也佮几落百万人无电通用。La recuperación total, esa que hablábamos, que puede ser mañana y que puede ser
en los últimos clientes en Marte. Eso no quiere decir que volvamos a una totalidad. Vamos a llegar al punto de partida, es decir, se pronostica que vamos a seguir dando afectaciones eléctricas porque seguimos con la falta de combustible. 受到哈瓦那人口有200万，有一寡社区已经有电，不过大部分的地区依然是黑暗暗。若是电费无多，真侪家电、供水系统也爱用电。有一寡民众趁冰箱内面的食物也未派进前，伫咧路边煮饭，因为停电，真侪店无开，几间有开的店外口拢摆家落长要飞胖。10月古巴上大的电厂各种停机，各家电网规个拢停来。虽然紧急修理好势，严过尾也阁歹去，2天内停3遍电，这么好好关起来，大众运输无驶，交通正顶袂倒。受到哈瓦那差不多规个拢无法度运作。另外，互人担心的是，已经登陆巴哈马、大希纳瓜岛的国防奥斯卡，正向着古巴这边过来。美国国家国防中心20透早5点的估计，奥斯卡上大时速风速每点钟130公里，估计离规个古巴东部将会有120到220毫米的雨量，有一寡所在可能会到380毫米。当局派52000位员工来抢修电力，这么奥斯卡可能搁来乱，就惊讲修好了会搁互风吹歹。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云林的土豆、番麦等农作物因为风台扇海风造成严害，公所会勘确定讲未了大细土豆、番麦，佮有4乌的蒜头，佮有当时厝的红菜头哦，损害的范围拢超过2成，农民会当来向公所申报财损的现金救助。一大片番麦边仔，有一区土豆园，大部分拢因为叶仔伤大抓连起。经过农粮署、农改场、甲县府、公所4个单位来会勘，确认云林麦寮乡、大西乡的土豆甲番麦是现金救助的项目。人就是拢拍麦大去，安尼敢有影响？啦，当然嘛有，较无咱人就是土豆较袂熟啊。麦寮乡公所表示，麦寮有种190公顷的番麦，申报140公顷的损失，已经占超过7成。若土豆有种680公顷，申报损失是320公顷，要过5成。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10月初3多次风台，虽然云林无落雨，不过风遮透造成沿海包括番麦、土豆、甲红菜头等等的农产拢受损真严重。我到啊，迄个风，伊都无落雨，都先啊风扇来，这死掉了。冬花生的部分在台西麦寮每公顷大概是每公顷可以救助3万元。在胡萝卜部分是4湖跟东市，每公顷可以救助4万元。另外在硬质玉米的部分是在台西4湖、口湖、麦寮，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救助到2万8。另外，9月中到月底一直咧落雨，也造成4湖乡一寡所在，打种落去的蒜头浸水全烂去，财损1公顷会当救助46000块。农业处表示，若准伫咧救助的地区，而且救助的农产受损达到2成，10月29进前完成申报，才会当补贴损失。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再来看高雄大寮区81期市个中化区5档前公告哦，2档前就动土，也毋过有9户也未搬走。这个月15，市政府要甲其中的2户拆掉，有1户亲像是不满行地路。今仔早起哦，其他的8户嘛去市政府抗议，因要求讲爱停止强制驱离。市政府接受定情，嘛表示讲会继续沟通。8月20日，民众去高雄市府抗议，因拢是大寮81期市地定位区受影响的居民。不满15，市府执行其中2户拆线工程的时，那像特殊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刘维斯行地路。20日早起，有8户受影响的居民去现场တင်情，要求停止强制拆线。到底是谁下命令来强拆我们的房子？有没有行政疏失？还有部分住户是还没有领补偿救济金。就这样子来糟蹋人民，叫我去租房子，他们要安置不安置，就叫我们去到处租房子。你知道，当前这个孤寡老人在外面是租不到房子的。受影响的居民指控当初时承诺会甲因安置，煞无做，虽望有提供补偿金，也无够因去别个买厝。希望政府照来我客拆线案，互因踮原来的所在安置，也启动沟通协调。另外，有人指控市府为着逼因刷走，甚至已经甲断水断电2档，日子是真歹过。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高雄市政府，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一纸公文就可以来拆他的家？针对他们今天的诉求哈，我们也有看到他们的陈情书，那我们也会来审慎的去研办，好，基本上就是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市府回应，丁卫区大部分是军方的地，刚定伫109年2月19动工，设立的查某人遷徙补偿金已经照定数发放，因为考虑医大的问题，也有长迁徙的时间。面对受影响居民的心声，除了受陈情批，也会继续沟通，让代志通圆满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中徛区牛埔恶地地质公园有记录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垃圾，也毋过台南社区大厦环境行动小组是表示讲，因长期观察发现有几只垃圾互狗仔咬死，最近更有一只互蠓仔甜着死亡了，所以呼吁讲蠓仔应该要有新的规定，要做改善。保育人员手揢着珍贵、真罕看的保育类动物穿山甲，准备来记录，刷落来要野放。虽然有发现新的穿山甲出现，但是保育人员煞无真兴奋的表情。主要就是这几年台南社大记录追踪的最后一只穿山甲阿牛，近期去用发现甜着蠓菇死去。养鸡的一个住户啦，然后会用一些那个网具去围我们的那个跑山鸡，在地在做一些农作的时候，应该可以用一些对野生动物比较友善的一个器材器具，像是刚刚提到的网具的网目，其实是可以让它再小一点。台南社区大厦环境小组长期伫台南中徛地质公园进行监测，国家设自动的相机来监测。对于这次的事件，志刚是呼吁，希望设定的网具蠓仔会当较细个，避免憾事搁发生。不过当地游动犬的问题相当严重，过去就有3只到4只的穿山甲去游动犬咬死。盼望相关单位应该来想对策来改善。狗狗如果没有绑好，让它晚上跑出去，它可能会咬伤野生动物。那样这里的穿山甲过去就有很多被野狗咬伤，甚至致死的一些案例。那样除了这个之外呢，隔离的设施然后被卡住了。第一，源头管控；第二，鼓励认养；第三，收容安置。也期望市民朋友共同的支持配合，来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与环境。针对游动犬的部分，动保处伫当地已经是抓到36只游动犬，透过用猎的安置来约束游动犬。至目前，两甲地质公园已经是完成招标签约，8月1号开始已经是进行地方人员的访谈，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场实地来看，生态查核等评估的作业当中，预计在月初有初步的报告。记者郑混报道。教育部去年宣布讲，一档要编2亿的预算，免费提供学生囡仔生理用品。台湾学生联合会今仔是开记者会，指出讲，大专校医拢是爱去固定的地点来登记，所以真少人去领，实施的效果是真歹哦。伊希望教育部爱提供学校专门的经费，嘛应该要求学校和学生有愈侪管道通领。预算补助别跳票。月经需求被看到。大学生伫教育部头前画出口号，不满教育部伫去年有讲要提供大专以后的女学生免费的卫生棉，不过却是要求学校家己编预算去买卫生棉。学生认为教育部应该要提供经费的补助，展现消毒过境散这决心，不是叫学校家己去想办法。那教育部在这个政策，它其实就建议各校只有自筹款项去因应，但是东吴大学在当时的应变状况，只能够去向学务长是请求拨补1万元的预算，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经费缺口。除了经费的部分，学生嘛希望学校会当设置卫生棉的共享阿嬷，让学生随时会当去领。因为目前的政策是学生爱向校方人员登记，才会当摕到。加上有的学生真正歹势找人领，学生指出有的大学伫顶学期才登记10片的卫生棉，数量是真少。有学校甚至是在登记领取的状况下，只有10个人去拿取，就是整个学期只有10个人去登记拿取卫生棉的状况。不过，可共享阿嬷得当家己摕到学校学生会烦恼讲有人大量来黑白体。对此，有学生认为应该用宣传教育的方式，对学生加一寡信任，提供优先领来用的方式甲空间。记者戴阿双、柯敏哲特别报道。咱再来看台湾大赛的头一阵哦，是请4万的球迷来大巨蛋看球。有球迷是反映讲，结束的时哦，离场的动线是人挤人，真危险。好佳在无发生意外。昨午嘛有超过37000的球迷，台北捷运就加派卡手来进行分流，让人阵哦伫半点钟左右顺利来离场。
统一时代大巨蛋都目前没有赢过，可是今天赢就很开心。台湾大赛第2战，球迷不管是支持倒一队，拢看甲心情正嗨。不过到散场时阵，大约37000位的球迷是毋是能顺利散场，再一遍考验台北大巨蛋。小心靠接触哦。第19第1天的比赛，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伫 FB 打出散场时阵规定人的相片。讲即群伫咧大巨蛋散场时阵，电扶梯无及时管制或者是关起来，人一直向下骹滑落去，真危险。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已经请捷运公司检讨，以后若有大型活动，一定要敲键部署。我也请捷运公司来检讨，也就是未来我们在大型赛事及活动，一定是要超前部署。昨天他们确实也设了指挥中心，也加派了39个人力，短时间涌入这么多人哦，一定要提早对于包括手扶梯的管制等等。有真正的经验了，第2战结束，工作人员就传一弹。台北这份加派人了，伫咧边啊引导维持秩序，好规个动线会当顺个安全。还蛮顺畅的，就是不会塞很久，还不错，跟其他球场比起来还算通顺，就是至少有捷运可以搭。因为人比较多，所以会疏散比较慢一点，但基本上我觉得算是有进步。伫国父纪念馆内面，警察甲捷运的职务人员伫指挥棒引导，要工作人员举卖堵塞的牌下。前一天电扶梯因为安全的考虑，伫暗时9点09分停落，请大家用行，要用41分钟完成疏散。21天提早到暗时8点20就停落，2分钟半到3分钟一班车，又搁派3台空车来载，刚才用半点钟就消套，比前一天减11分钟。除了说将密班距到2分半之外，其实我们今天观察到，我们出口室其实有蛮明显的分流的效果。未来任何的大型活动的一个模式的参考，我想今天从刚刚讲的分流、电扶梯的管制，还有我们这个缓冲带，这些都扮演很成功的一些角色。顺利伫30分钟左右完成疏散，电扶梯也开始震动。台北这份感谢旅客配合，主动分流行到4号出口，甚至是市政府站。这不是第一遍拄到4万人的压力测试，不过是再一遍累积经验，会当帮助要伫11月初10开始举行的世界棒球12强赛。因为每一回比赛，球迷除了欢喜替球队加油，也会平安登记厝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2天拜六礼拜有出版社办台文朗读节，2天都2000多人来参加，是真受到欢迎。长期关心台语文化等的作家郑顺聪是表示讲，台语文长时行，要继续培养人才，台语文产业的市场就愈来愈稳定哦。相信麦当下愈侪人来加入。前2天19、20有出版社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办台文朗读节，现场有台语绘本讲故事的活动，囡仔听甲真心息，嘛摆出侪台文出版品台语教材，也有讲座讨论世界文学和音乐创作等等，不正热热。出版社表示，短短2天，成2000多人来参加，因嘛真意外。估计起来应该是一2000人、2000多人。讲座的活动嘛是逐场拢节目教安尼，真正互咱看到。台文足侪人在关心呢。我特别要讲的是，咱的台文册伫现场卖了非常的好。台文朗读节今年是第1届，出版社表示反应袂歹，未来有机会会搁办落去。长期关注台语文发展的作家郑顺聪表示，其实这几档各地的台语文活动愈来愈侪，但是目前台语文口也搁在累积分化的阶段，拼命台语活动是真要紧的。安尼当互对台语文有兴趣的人知影资源在倒。台文1点0爱做的，就是把这个第一题甲基础，甲这组织人才甲拍好。台文的概念股是。这个估计是愈来愈悬，所以即马是离个算就囡仔咧当大人的算的时期啦。好啊，甲车用啦，车用当然是头一就是袂当招进，第二就是人才是上重要的。郑顺聪认为，除了爱顾好上基础的台语家庭，嘛要透过无共领域办相关活动，互愈侪人了解台语文通用来做啥。伊嘛表示，虽然这几年参与台语文活动的人有咧变侪，也毋过目前这个阶段也是需要政府斗相共，安尼未来台语文产业也佫有商业市场，才通愈来愈稳定。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宝贝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
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华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